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3月30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面对疫情持续紧张，台南市政府为了管制每一天出入入的车公民众，一旦有疫情，嘛知影后续爱如何追踪调查。伫顶摆大动作进行示范1年以后，对今仔开始，市长表示，目前先维持上实名制，也是车公民众到1楼登记以后，到各局处也需要搁登记一摆。为了预防疫情扩大超前部署，但市政府顶礼拜实施民众进出樱花市政中心，除了原本的量体温消毒以外，也走伫各县市进前，将所有车公民众拢集中伫1楼，而且也需要看身份证件、留名、留电话，无必要就免上楼到各局处。伫经过3天的试办以后，状况顺利。30号上午开始，市长黄伟哲表示，1楼的联合服务中心先暂时回归各局处，未来一旦疫情紧张，就是马上恢复试办的状况。所以目前就是车公爱过2关，先伫1楼登记，到各局处该登记一摆。所以如果你忘记携带身份证跟健保卡，你总有携带手机，我们现场拨打。那证明说这是正确，的确是持用人的手机的话，就可以允许他进去。所以呢，将来如果万一不幸发生疫情的话，我们是可以追踪得到人。到时候如果要做疫调，就很方便。那知道感染源的溯源也很方便。那另外一个，把这个办公的处所跟民众洽公处所移到这个门口，那也可以让这个市府的整个大楼减少被感染的机会。那经过3天的实验之后，我们让市府的同仁知道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一个移地办公这个的这个做法，实际操练了。那接下来在第2阶段，我们先保留市民洽公实名制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开始采用实名制洽公。那这样子的，我相信对市民、对公务员以及对于整个的这个防疫工作，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那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方式，市民的健康得到多一层的保障。面对市政府大动作的防疫作为，不过市民拢知影通体谅，全力配合。流程有比较麻烦一点，但是为了确保民众健康，这样的制度是不错的。当然，除了管制人员所有物流的配送，包括送便当、饮料等物品，也维持只当伫门口，袂当进入市府大楼。电视新闻管制何乔邦、蔡宏报道。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的居家检疫人数愈来愈多，如果民众伫厝隔离，唔知要做啥，中华民国全球流行舞蹈协会特别串联各地舞蹈老师，共同编列防疫舞蹈。上午选伫台南市第一摆来发表，协会表示，为了防疫，希望全民做伙动起来，提升家己的免疫力。伫台南市原创协会的牵线，结合中华民国全球流行舞蹈协会共同举办的抗疫公益舞蹈发表会，上午伫个议会首次来发表，希望透过舞蹈来勉励大家伫个严厉的疫情状况。希望居家检疫的民众伫厝嘛会用来学跳舞，借由运动增加免疫力，对抗病毒。希望借由运动舞的发行，让所有在家防范疫情的各位好朋友，你就会觉得很无聊的时候，可以打开 YouTube 去搜寻，一边健身一边美颜，还可以防疫，让我们的防疫工作更加的活泼，更加的有趣。不会觉得在家被关了14天不知道干什么哈，所以我当然很谢谢我们王一中老师对我们流行舞蹈的推行，除了推行流行舞蹈以外，对我们这个防疫也尽到他这个一个舞蹈老师的责任，希望结合我们全台湾所有的老师一起来推广这样的一个舞蹈，也为我们的医护人员。在他们烦闷的工作之下，能够有不一样的生活情趣。这一次王一中老师推广了这个破天荒的第一次首创
由全省9位舞蹈老师一起来编的这一首《信心》，那特别是为了要防疫的这个运动的推广。那我参与其中，尤其昨天我们结合9位老师在这个自由广场已经录完全影。那接着今天在这个我们台南市议会做一个首播的这个正式发布。那今天开始呢，就会推广由全省的老师开始来推广。这届活动结合北中南加东部的舞蹈老师共同创作，总共9位老师编了9段的舞蹈，包括有信心、兄弟、水姑娘、加我是英雄等，嘛希望借由舞蹈，让大家保持心情愉快，对着台湾的防疫抗疫有信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知影台南在无人无人机航区第一波有64位是禁止甲限制飞行的，所以市府交通局特别召开记者会，提醒民众要避免违法。会中专家学者嘛拢建言，希望政府抱着开放的态度，都要营造友善安全的飞行环境，嘛扩大无人无人机的产业发展。会下面航班的无人无人机31号离发降落，交通局伫3月26已经代替中央完成公告禁止甲限制航区，包括军事训练、重要交通设施以及保育范围等64位，拢是第一波。虽然敢若军事训练就占了台南一半范围，不过局长强调会持续甲民航局反映进行检讨。重要是希望无人无人机伫台南是安全的飞、安全的耍，千万唔通违法飞入去禁区。那第一波的公告的程序，我们先以代替中央来公告的经费范围为主。那目前由中央那边转过来，就是目前大概有64处的这个经费范围。那主要包含就是民航局的这个机场的经费的范围，还有军事设施啊，一些重大的民生设施，还有高快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的附近范围。那这部分我们已经在这个3月26号其实已经完成法定公告程序。那今天特别以记者会方式来跟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来说明。那除了提醒大家这个首波的经费范围之外，我们会把民航这个专章里面有关这个民航局这个无人机使用的相关规定呢，也透过媒体来跟大家做一些宣导。那后续市府这边会再陆续来检讨，由市府相关的单位针对这个公益跟安全的这个提醒上有没有还是需要经费的部分，那这部分是否正在跟相关单位来做协调当中？那预计会列入这个第2波的公告的程序，那到时候会再公告给所有的这个玩家来知道。但是除了正式公布飞航范围，对着相关产业的发展甲运用嘛相当看好，所以透过甲中央大学等3学合作，发展一项叫做 UTN 的计划，成为世界首创。第希望对源头管理来保障飞行安全，嘛兼顾飞行者的权益。我们给善良的使用者，让他们在使用的时候，飞机飞上天空之后，我们能够纳入我们的监控。所以无人机的监控中心最主要是把所有的飞上天空的飞机都能够监视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所以刚才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些画面，就是主要是产生出来一些监视的数据，我们能够避开飞机呢不要互相的碰撞，不要去撞到障碍物，或者甚至于呢飞到这个禁航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警告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当然，公布飞航的航区以后，一旦有人违规，伊会当罚3万到150万。不过，交通局强调，初期也是以劝导代替处罚，嘛请民众全力配合。等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对咱台南区嘅专业电浆制造商，今年再度加码投资故乡，要伫科工区新设厂房，商务劳力滚滚进行动土。市府预估未来新厂完工以后，将创造10亿以上的产值。辉盛科技自2002年创立以来，一直先进的电浆技术以及优化设备开发能力，长期亲近台湾半导体、印刷电路板、光电等产业领域。近年来，更积极布局欧美、亚洲等地区的市场，并将电浆设备技术成功拍入去世界各大厂的供应链。这次更甲日本代理商合作，摕下一间日本大订单。为了加大产能，辉盛科技一直积极态度新建厂房，一直永续经营的理念，朝向100年企业行列来迈进。我们辉盛科技对社会、客户、还有员工及合作的伙伴的一种积极的一个行为跟承诺。我们辉盛公司将永续经营，迈向100年的企业。市府对着辉盛科技公司加码投资故乡，表达感谢和肯定。辉盛科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台南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出生投资台南，那未来呢会提供给我们呢，在台南的这个新厂完成之后，会有80个这个就业的这样的工作的机会，而且呢，每一年呢都会有这样的10亿的投资。我想呢，对于台南市民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辉盛科技新厂占地2000平，将分为2期建设。第一期投资大约5亿，厂房预计伫咧明年5月会完工，会当为南部地区提供一个就业机会，创造每档10亿以上的产值。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受到肺炎疫情的冲击，不止台湾国际蓝电延期，伫国外各大会展甚至嘛拢停办。而咱台南的蓝会业者为了找出路，联合侪单位，家己来办蓝会展，互参观的民众用差不多1/3的价少，来当买到高品质蓝花，照出来刺激买卖。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台湾国际蓝展决定延期举办。台湾兰花产业联盟发展协会就邀请侪间兰花业者主办兰花展来拼买去。为即马开始，民众只要前往山上区的台湾兰科植物园，就会当伫现场看到这种美丽的兰花。国际兰展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停掉了。停掉的话，变成说我们这个产业联盟原本主要是外销为主，大概有80% 外销。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大概订单全部取消掉哈。我们因为离我们台南市水稻博物馆蛮近的，刚好馆长的应邀说，你们也可以办个蓝展，还是拿个 DM 来这边的话，帮我们做宣传。所以说我们就从上个礼拜决定说，附近大概7家蓝园，想推广给我们国内的朋友的一些兰花拿到这边来，做一个推广的展销活动。现场高品质兰花，民众只需要用过去1/3的价少，就会当买回去。另外，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就此推广兰花买去。下个礼拜的话，这个年假结束以后，我们可能第2档的话会扩大展览，会把花种多一点，因为现在目前大概有50-60种的花，50-60种的不同的种类的花，对。所以目前是50-60种，然后年假后我们可能会再扩大举办。南科植物园主办蓝展，采用免费入园的方式。伫园区内底，除了有各种稀有的兰花植栽以外，现场嘛有餐厅会当用餐、饮咖啡，另外嘛有盆栽 DIY 等活动，非常适合亲子出游。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前日被中央列为公共工程，包括的黄金海花准屋已经解除列管，原因就是市府已经完成使用这条变更甲消防等相关的整修工程，并且伫去年4月完成委外。关公陆局长表示，准屋活化无受疫情的影响，顺利来进行，预计5月会当试营运。每一摆经过南区黄金海花海边啊，总是当看到这栋遐捌的大型建筑，这个是台南人拢知影的准屋。
伫87年完工，落成客运到单已经超过20档。因为原本使用途是停车场管理中心，大大限制准务的使用。不过经过多处的得标流标，去年总算有公司要投入经营。虽然记者来到现场，也阁是空空一片。不过局长强调，准务已经完成边境使用甲委外作业，活化进度无受疫情影响，一切顺利。希望5月得当试营运。那今年刚好也刚好遇到这个武汉肺炎、新冠肺炎的一个影响哦，所以我们的整个的那个本来开幕的期程哦，有一点往后延，所以我们预计呢，厂商会在4月要进驻，那5月呢，我们会来做一个试营运开幕的一个动作。所以也是很期待，就是说，在整个我们周边的停车场哦，再把它完善起来之后，大概是年底哦，我们也希望能够迎来黄金海岸，另外它的更风光、更多游客，可以多一个游憩地点的一个规划。我们里面呢，其实1楼呢大概就是卖店、商场，然后2楼的部分呢，我们会是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大家是可以来做一个租借跟运用的。营运公司表示，目前1楼是规划商店街，将引进优质知名厂商来带动商机；2楼则是音乐餐厅。拢是为了让准务营运会当早一天上轨道，配合相关的节庆，已经办理净摊、路跑甲公益音乐表演，除了带动准务本身的活化，嘛希望带动南区甚至全市的观光发展。台南新闻管制何强芳采访报道。伫全台湾上早发展芳草相关产业的大港社区，目前积极申请社会企业公司要来营属经营。你今年嘛伫安平来开店，推出加强版的空军产品，甚至佮设计抽签诗，以及充满文化创意的新包装，要来吸引少年人的眼光。大港社区发展协会芳草产业为了营属经营，对县市合并以后，就积极拓展据点来销售。特别伫申请社会企业公司的时阵，因选择今年1月正式伫安平做旗舰店来服务。虽然现在拄着疫情的冲击，人潮买气较冷，不过因为因的杀菌消毒产品天然健康，也受袂少老顾客回来高官。加上现在酒精等物资买无，嘛互因再次感受危机变成转机。一直诉求就是自然、健康、环保。从以前的登革热疫情开始到现在，那个时候的危机已经转化成我们的生机。那现在又遇到我们第2次的疫情的时候，也是一样是我们的危机。我们就在试想，外面买不到酒精棉片，买不到酒精，那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就是人民百姓，还有一些学校的小朋友可以用到比较天然、不刺激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透过管道拿到的酒精呢，就是添加我们自己社区的茶树纯露跟那个香蜂草的纯露。除了它可以杀菌之外，可以透过茶树的功效，让我们的杀菌功效加强，还有一些保护的保湿的作用。就是这次我们主推的这个商品。当然，因的产品伫安平换新店面经营以后，嘛希望包装在地化、用文化创意来吸引少年族群。所以，除了将原本讲义的洋言洋气地包盘手改成台语的高草环，将省亲如愿改成行大裤等等以外，嘛加入抽签诗的趣味活动，要替民众加优秀，成为游客打卡的新地标。所以我那时候就说，进来是不是？我们这边有诗签哦，你要不要玩玩看啊？比如说，假设你现在是有考试困扰的，对，然后或者是说你现在觉得你有帅哥烦恼的，或是你想脱单，大概过年就假设好你想脱单，这个脱单，然后我后面会有一个解答问世间情为何物，只会羡煞单身比如说我可能就会给你一个诗签的解答，然后解答就给你一个诗签，然后我这边会有解答。解答就是说，人生在走，人气王要有，喜出桃花好魅力。就是你是想脱单，所以我会建议你什么？我就建议你说，我有一个那个什么人气王的颜，对我就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样子去带商品，对我不是说，你来看看我们有在卖盐，我有在卖茶，我有在卖精油，我有在卖防蚊液，感觉就是对，所以我就想说，这样子会不会在销售上是增加一点趣味？大港社区产业的营属经营已经迈入第2个10档，主要是全台湾上早发展芳草产业的社区，甚至无计成本投入爱心公益回馈，嘛使人敬佩。
继续因团结的故事。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老病院伫去年得到健康促进病院认证以后，不但关心患者，对员工的健康促进嘛迈向一大步。尤其现主时正是紧张的防疫期间，病院特别打造一个会当提供医护人员休闲放松的空间，让大家充电以后，搁再出发。面对新冠肺炎的疫情，每一间医疗院所的医护人员，大家拢唔敢放松。不过，为伫台南新老病院2楼的图书室这个帷幕转角，经过院方的精心布置，就亲像一间小而美的咖啡厅同款，提供医护人员会用坐伫个窗仔门边，一边啉咖啡，一边看户外的景色，让员工适度来放松心情。新楼医院通过健康医院认证，那我们针对员工健康促进的部分，我们非常积极的在筹备。那设置了这个空间心灵转角，那在期待让每一位员工他们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之余呢，他们能够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安静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坐在这边喝杯咖啡、喝杯饮料、吃点小点心，然后沉淀一下心情面对的窗外美丽的风景，他们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再进而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重新得力，能够好好的来面对各种医疗上的挑战。我觉得在这个空间里面，在以工作人员来讲的话，就除了面对这一波疫情这么严重的疫情，我们要接受这个挑战之外，可以在这个空间上得到心理上的休息。它可以沉淀一下，让我们再接受更艰难的一个工作。院方表示，对去年病院得到健康的认证，为了落实对员工的健康促进，就开始规划员工的疗愈空间，最后结合图书馆区，让整个空间充满册香甲咖啡香，并且选伫防疫期间来启用，让不少的医护人员拢感觉非常的踏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天气，温度22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3月30号的中间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